各位总裁，这个厨房你喜欢吗？这套房呢，253平，我最中意的就是这个露台，这个阳台，对面看下去呢就是那个伊叶贝珠海的地標的地方，隔離嗰度呢就是那個網紅酒店，乜春酒店，這個露台挺好的，上面就是沙灘。你呢啲客廳，這個客廳啊，你坐喺呢度啊，望住個月貝啊，幾好啊！這套房呢，你看這個餐廳不是臥室哦，這個是餐廳，10幾個人吃飯沒問題的啊，望落又係靚啊！再過來看看那些房間，它253方，佢不做很多個房間啊，3個房間，因為有錢人不是太多人啊，一進門啊，這個大門雙開門啊，這個是一個小臥室啊，也是套間的，這裏還有個歸屬位啊，你拉開窗簾，望出去就是那個山景啊，挺不錯的。再過來看看主人房，哎呀，主人房真係是要特別說一下了，這個主人房，哎呦，這個大圓床，點啊？坐在這裏攤杯下午茶，望山景，就是那個很舒服的。我最喜歡就是這裏，你看看，哎呦，浴缸啊，趴喺呢度睇住靚女，望出去又係海景，珠海的地標啊！呢套房以前賣個1200幾萬，而家600幾萬就可以買啦啊！有興趣嘅老細入嚟睇一睇。